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新北市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，昨暝咧巡逻，看到一台轿车违规停车，就甲搬走，结果发现车顶有毒品，但是女驾驶无配合，是打油门驶咧走，甲所长拖行500米远，佮故意去冲撞到路边施工的护栏，这位所长全当场死亡。女驾驶是弃车逃走，走去美丽的朋友的兜。2点钟后，警方破门抓人。女驾驶违规停车，去互4楼的所长拦查。因若唔配合，佮颠倒打油门，所长将handle路抓条条，横拖500公尺，嫌个女驾驶犹唔愿煞。故意的。为着避警察的拦查，若沿路换车道，佮调工路边施工的护栏，落尾打油门逃走。事故现场，监视组强侦比听，找找证据。涂骹有所长的鼻仔，甲警察穿的假，就连鞋仔嘛伫现场，看得出来弄甲真大力。砰一声了，大声，但是楼下这边这边另外一边。那蹦的声音了，我们没有看到那台汽车之后，进入公车就听到蹦声音了。31点，4楼的所长发现女驾驶违规插伫新北地方法院的头前，请伊提出证件的时阵，发现车顶有毒品，要求女驾驶落车，也毋过说互女驾驶沿路拖500公尺，更加冲撞边的护栏。女驾驶事后将车单的做移走，所长伤势伤过严重，救无活。2点钟了后，警察找到女驾驶，伊秘伫因朋友沿道，大批警察冲入去，而且伫伊的皮包仔内底发现毒品，送死烟弹。你知道你撞死人了吗？你知道你毁一个警察的家庭吗？姓陈的女驾驶是列管的毒品进口，之前嘛因为有毒品互抓到，敢是假毒赛车，爱个等抽回检验，才会当知影。警察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持拘票，在今日1时许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。本分局也将成立治伤委员会，给予家属最大的关怀及协助。认真执勤，拦查嫌疑人，严格刷因公殉职。派出所充满悲伤的气氛。远警伫2点钟内抓到人，要替所长讨回公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